Rita 參加咗 Crafting Smiles 嘅編織義工活動，喺2次聚會中學識咗編織蟲蟲、蝴蝶同埋心心，手作會捐俾慈善機構作義賣或者送去醫院俾病人。佢原本已經覺得呢個活動好有意義，用自己嘅小小手藝幫人。最近令我對編織嘅意義有咗更深嘅體會。我有一位朋友啱啱喺醫院離世，最後一日我去探佢嘅時候，佢已經無法再回應我。醫院俾咗我哋2個心心，一個放喺朋友身上，一個由我哋握住，象徵心連心。嗰一刻好難形容嗰份感覺，即使朋友無法回應，我仍然覺得佢聽到我哋嘅說話，嗰份安慰好真實，好深刻。從此之後，每一次當 Rita 再拎起鈎針，唔單止係編織一件作品，而係傳遞一份心意，一份關懷。原來一件細細嘅編織作品都可以帶嚟咁大嘅力量。